讲伫即个彰化县来生囝，生一体是补助3万块，是全国上多，但是人嘛是留袂调。过去这6年来，彰化县政府的生囝补助是发出着20多亿，但是这个期间却流失着32000多人。因为真侪人囡仔生了领着钱，都甲户口迁到隔壁的台中市。为着要甲人留伫彰化县政府为8月开始加发着育儿托育的补助，每个月上悬7000块，还佫有补助着公立甲非营利幼稚园的学费，而且加强招商，推动着社会主体，要来提悬着县民留伫彰化意愿。彰化为着拼生育率，过去6年发20多亿生育补助，生一体领3万，全国上济。各有各乡定加码，像报道定第一体加1万，第2、3体加2万，上济加到10万。开真济钱，互彰化去年的出生率上到9.53%，全国冠军。不过，县府发现扣掉自然死亡，大个月刷出去的人口大约400人，生济就刷愈济。原因就是这5年有2成的家长领到生育补助，都甲户口刷出去。有的就是他领完这个3万就跑去台中，因为台中是直辖市，然后他的那个育婴津贴可能就比较好。你甲有钱要领，当然你就想办法嘛，人之常情。彰化各方面其实机能也都有起来。县府原本甘那付一摆性的3万的生育补助，虽然是全国上悬，不过后续的育儿津贴和托育补助却无比台中市好，才有这么多家长自彰化刷到台中，所以彰化县自今年8月开始，加码育儿津贴和托育补助，连到5岁家己出来，大个月领3500，连到2岁送托婴，大个月补助7000。明年8月佫加码，家己出来，大个月领5000，送托婴的补助8500。佫有送公立或者是非营利准公共幼稚园的嘛有学费的补助，大个月上济3500。其实彰化也一直都在努力，就是招商。我们在深港有一个青年住宅，也是希望我们年轻人能够愿意回来家乡，工作。结婚生小孩，县府各讲相关亲子设施嘛会继续增加，像亲子馆或者是公立托育中心，减轻民众照顾囡仔的负担，嘛会增加工作机会和打造舒适的环境，让彰化人口卖个一直减少。